历10月15，一大清早，清水活动原来就是公园游王宫啊，代天巡狩游王宫啊，回到新营啊，就济安宫大庙。你看这里有写了，迎接游王宫啊，代天巡狩，日期是农历的10月15日，时间历程。哦，一大清早哦。一大清早早上5点，今天就是15号啊。一大清早寅时3点30分，寅时是3点到5点，3点30分就集有了。哦，一大清早4点就出发了，要到西岸，就是积水溪河岸，就在那个新营往柳营双营大桥的西边，有一座比较小的桥，来趟了5分车的也到桥了，在西边有一座小桥。比较低矮的桥，就在那个桥的东北边，积水溪畔那边，举办仪式哦。溪畔那还有插了3支竹竿的，上面有黑金子做的。原来是清水活动，就是迎接游王宫啊，迎接代天巡狩游王宫驾临本宫每年的下元节原来游王宫都会回新营所以济安宫大庙举办这个清水活动，就是迎接游王宫啊，到积水溪河畔那边迎接，地点在那个有一座小桥，北端的河畔，积水溪畔的西畔。很早，早上5点多就回来了，天都没有亮就回来了。溪畔旁边都有烧金纸银纸，有去露营。原来晚上还有活动，晚上子时11点3分，是明天的开始了，要奉送游王宫回家。你看这个庙受到梅基台风的影响你看庙顶有受损了，这个叫庙顶庙竟然有受损，所以要修缮。好多信徒捐助。你看，邻居的郑先生就参加那个白神教，这一次拿旗子的活动。还有歌仔戏，还有布袋戏。感谢着今仔日来参加着咱游王宫这个秀典秀，来迎接着游王宫，感谢咱这工作人员来游戏，这里高兴。新营济安宫大庙迎接游王宫代天巡狩回新营济安宫的活动。个大好。你送游王宫回家，敢会搁去到溪仔边啊？还搁送到溪仔边啊？迄就会啊嘛啦。谢谢。就讲请水就过去较早红从你来啊，第一条迄条溪来啊。游王宫游王宫。这历史足久啊。这历史久啊行迄路是古早路哟。这即摆新路啦，较早古早人开过去啊。古早路。伊迄来用坐船来嘛，来到地草啊，有鱼啊，咧。哪有看船？伊啦，较早无看船草啊，迄水啊，拢天啊！草来见啊咧。
还是自动支付？我不知上网就对了，另后10点，吃点心后，用公司讲的感谢收听，祝福大家万事如意，平安大汉三平。十六进数内底，玉皇宫大天顺寿是36进数，36进数内底。啊，每一年要共人名。哦，啊，10年、12年、12年安尼轮啊。是哦，感恩36嘛，36进数，一档12分。哦，无一架至60档的，一季12年安尼算，安尼是，感恩啊。安尼有较了解。讲什么人？讲啊，报名啦。是啊，今年这个猪肉饭生啦，系哦。猪生肉生饭。哦，对。啊，先后做千岁呢。哦，对了。猪腹千岁，牛腹千岁，饭腹千岁。这个拢请3位哦。不一定啦，不一定啦。哦，是，今年请3位。今年请3尊的，啊是机动我讲的。对啊，机动发开讲啊。哦，机动发开讲啊，背咧讲，是，感恩。啊，咱服侍你，做一。哦，现在酒卖，酒，谢，感恩啊。哦，歹势哦。啊，他们注意啊，谢帮助教育有功啊。我身体好注意啊。哦，注意哦，注意，感恩啊，谢。哦。啊，先叫要出发是几点就出发啦？因暗要搁你去送回家咧。这下暗都爱出事就爱上去啊。啊，啊，点了10点外就离遮要出发啦。10点外。哦，因暗10点外就要出发，是。你要，那我叫中心啊。哦，感恩，谢谢。